28岁大陆女星吴谨言去年凭着在宫斗剧《延禧攻略》中演出魏璎珞一角爆红，而她的感情世界也备受外界关注。近日有民众目击吴谨言和一名男星同游巴厘岛，被质疑热恋中。这名男星就是在《延禧攻略》中饰演和亲王弘昼的洪尧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吴谨言和大他1岁的洪尧同为编剧于正旗下的艺人，在夯剧《延禧攻略》中，洪尧饰演的和亲王弘昼强暴了魏璎珞的姐姐魏璎珉，魏璎珞为了报仇进宫，才有了一连串的故事。吴谨言和洪尧合演不仅这出日前热播的《皓鸾传》和时装剧《标化人生》也都有两人身影，外传两人就是因为合作《标化人生》擦出爱火。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，吴谨言和洪尧农历春节后一起在巴厘岛海边度假被偶遇，当时吴谨言父母也在场，不过并没有相关证据能佐证。消息传出后，也有网友绘声绘影地指出，几个月前就发现吴谨言在某音乐平台的账号都只关注洪尧，当时就觉得两人有猫腻。